波音787墜機對股價究竟有幾大影響？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 今日同大家傾下波音呢一隻股份。6月12號，印度航空一架波音787由印度飛倫敦起飛5分鐘墜毀，導致240人罹難。消息一出，波音盤前大跌，正式開市一度跌近6%，低見201.28美元，收市跌近半成。根據報道，計及今年波音已經有12宗主要航空事故。回顧過往情況，波音最為人深刻嘅係2018年獅航空難，189人全數遇難，係737 MAX 系列首次重大事故。當時股價即刻跌超過6%，股價喺2至3個交易日收復失地。2019年再有同類事故，全球737 MAX 停飛，波音股價跌超過半成。留意未發生事故之前，股價處於410美元樓上，至今仍然未收復失地。今次我唔傾向接刀，事發前股價已經由4月低位反彈超過6%。一嚟美股市況好轉，二嚟波音恢復向中國交付飛機，短期內或者借住負面消息回調。你哋又點睇波音股價前景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，記住下載 ACAT 換領我專屬嘅觀察名單 Kobe 財智密碼，一齊瘋狂傾投資。